为伫桂林沙仑园区一直被看作是台南两大产业发展的引擎，所以产业、学术、生活机能甲学校等发展快速，不过就欠大型病院。所以议员多数人伫总质询嘛相当关心新台沙仑病院究竟当时动土。根据了解，三区占地18公顷，预计开500多亿。其中第一区90几亿建设，114年得当申请建造，预计120年5月启用。议员表示，虽然主导权拢是中央甲新台，不过市府嘛要积极配合。因为咱的角色咧是一个被动的角色，因为这是新台甲卫福部直接的工作，所以我一直问卫生局，即摆进度如何？所以咱即摆要做的就是我要问讲。咱即马迄个啥呢？配合水电啦，申请建造是咱干务嘛了后，我要问讲，因为伊今年11月份就要奠基了，那么他明年是什么时阵要动土？针对南关线原本地方只想要争取大型病院，想要到变成高铁站区的医疗园区，市长表示，今年12月得当开工动土。新台户外讯息是讲，今年12月要迄个奠基啦。伊讲的是12月，好，没关系，那个奠基明年上半年就会有机会，因为它奠基之后，它经费核准了成大再拨经费，然后它还要做整体的规划。是，规划可能明年上半年会有比较明确的期程。随着医疗、升级、热能等重点产业的进驻，新起的沙仑派出所对维护当地治安交通嘛相当要紧。议员希望整个规划伫明年10月得当动工。对此，警察局长嘛表示，一切拢依照时程进行。台南新闻，阮吉林跟采访报道。